路屯口的，实质到许多本地黑大提山党嘅居民冇办法归去工作，也产生了许多嘅问题哦。高雄市上拿区嘅泰爱村许多居民都因为腐蚀西亚岛永久无期嘅农保资格路团黑的，故所也群出乎都希望公部门尽快去打合，提能天数票推动提，能顺势接备到农保。 要反树叶還要保育田，喺度睇三亞太愛村嘅居民，睇白白防在無係影響嘅耕地以後，搶走嘅選擇睇出家省嘅公有土路嘅空地來種菜。也對居民來講，除了解決公有地內種菜嘅問題，最大希望還要向台糖公司來承租農地，取得農民嘅身份。有很多的鄉親，他們是用雇農的身份來加入農保的。那現在因為 戶籍遷移的關係，那到這裡來之後，他們勢必要失去這個農保的資格。啊，那如果我們能提供他承租的2分的農地，那麼他就可以用這2分農地來向當地的農會來加入這個農保。依照現行嘅法定規定，有農保資格嘅農民喺滿65歲以後，一張也做得2、6千元嘅勞農年金。嗰所嗰度太愛村嘅居民煩惱，一旦萬一實現農保資格，將會影響未來嘅經濟來源。對對安內，高雄市政府無拉克重建委員會表示，目前已經取得領區嘅台糖地嘅承租資格，未來做村民向園區嘅管委會來完成登記，就可以承租農地來使用。 目前的規劃是小林二村有18公頃，然後大園區有10公頃，是依照的2個委員會提出來的住民的需求。那但是因為我們的土地大約會在明年6月到8月才能夠取得這個土地，因為它目前有租約，能夠確保住民農耕的一個生活形態。第二個是能夠讓住民能夠在3年內能夠順利銜接農民的身份。 未來村民喺取得農地嘅使用資格以後，高雄市政府馬會喺前2年補貼一半嘅租金，幫園區嘅居民來減輕負擔。也太愛村管委會嘛表示，總面積28公頃嘅台糖承租地，所生產嘅農產收數問題，居民馬會喺承租嘅時節一並考慮，避免到時節大量嘅農產又賣唔出嘅問題產生。客家新聞曾分子高雄報道。